这个盛夏一大早就在悉心打扮，肯定是为了约会。你要喝到什么时候？我这打烊了。我喝到什么时候关你什么事？我告诉你，上次你强卖我姐姐的事情还没找你算账呢，这次这个事情扯上了异族，要想活命少问。本殿下在这宫中多年，其实并不快乐，总有宫娥为了我争风吃醋。你说说，这王宫内院因为我硝烟四起，这些女人也太不识大体。孙殿下，您说了这么久，一定口渴了吧？来，喝口茶。不识大体。殿下，您说想让我为您办事，具体是什么呀？你这小妮子，哟，沈督公啊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哎，这回真是不凑巧，您平日爱订的那间包房啊，今天让别人给包圆了。要不然这样，底下我给您找个僻静点的位置，我再赠您点别的。哎呀，督公，现在包房里的身份可尊贵，实在不是我不想给你安排原来那个位子啊。野狐部的余孽竟然还敢！野狐部，你可知道你这次把我卖到寻芳楼这事儿，跟野狐部都扯上关系，这可是死罪。姐姐没骗我。死！沈十一，这一针我下了不解之毒，你等死吧！老实点！哦，对了，本殿下来找你，是为了什么情况？我怎么动不了了？圣娘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之前作用在沈十一身上的效果，又跑到我这儿来了？圣姑娘，你这是……哦，人有三急！圣姑娘，你帅。我告诉你，如果我姐夫在你这儿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这寻芳楼就别开了啊！哎呀，我这倒的是哪门子的媒呀？果然，爱情就是解毒的良药。剩下他还不承认，唉，我要把这些都给记下来。女人，又是你！难道你知道你姐姐今日和我相约？哦，那个啊，我姐姐让我转达给你，说她今天有事先行回府了，让我给你道个歉，说有机会下次再见啊。等等。哦，你竟然喜欢本殿下，喜欢到看见我都要写下自己的心境。不是，他这个……嘘。口是心非的女人，你不用多说。想必你现在内心一定备受煎熬，所以才在你姐姐杯子里面下了泻药，只希望跟我相见一面。随便你怎么说吧，反正我姐姐今天是不会来的。没事，我就先走了。你还真是一个特别的女人，竟然为了见我，对自己的姐姐做出如此丧心病狂之事。你一定不要吃醋哦。你放心，我找你姐姐别无他意，全是公事。还请盛小娘子替我与你姐姐传话，3日之后，还请她与本殿下一起共同接待外宾。其实说起她，我更欣赏你。口是心非的女人，我喜欢。你们2人最好是能修成正果，不然怎么对得起我这番牺牲啊？
为何每次解毒，你都会晕倒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你是不是爱上我？你在说什么？那刚刚你的手……妖术。啊，也对，沈督公，我突然有些理解你，原来身体不受控制的感觉是那样的。难道刚才你救我时，也是身体不受控制？啊，你之前辛苦了，沈督公。不过你当初为什么会这么做？意外。那就好。总之呢，沈督公，你可千万不要对我有什么想法。我们毕竟只是盟友，根本不是一路人。我绝对不可能对你有如此想法。其实呢，不是完全不可以。难道你有？你放心，沈督公，我对你可是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我就算是死外表，我也不会对你这个类型的人心动的。所见略同。哼。眼下京中波谲云诡，凭借你的小心思，恐怕不行。绣衣秘录，怎么担心我啊？怕你牵连我。走了。哼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傲娇反派男？还说不担心我，不担心我干嘛给我整这些人事关系啊？想不到，如此身份，也能拥有如此可歌可泣的爱情。哦，哎，可歌可泣，可歌可泣啊！是吗？是啊，是啊。我怎么说呢？此等污言秽语之物，绝不可以出现在绣衣司。冲过！督公，这便是我为你收集的非法刊物。我讨厌他看你的目光。沈督公，你失去的是你的官职，而我失去的是我的爱情，你明白吗？我不想让你做死皇子妃，我只想要你。荒诞无趣，胡言乱语，怎会有人编纂如此无聊的东西？姐姐，我回去之后真的很认真的想过了。之前呢，是我太局限了。这一次，你看我写的怎么样啊？男人第一次体会到，当初让我接近顾一晨的人是你，如今擅自带我离开的人也是你。
你到底想让我怎样？我讨厌他看你的目光。沈都公，你失去的是你的官职，而我失去的是我的爱情，你明白吗？我不想让你做四皇子妃，我只想要你。妹妹啊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个本子对于当代人来说，还是有点太超前了呀？超前？你难道没有一点点喜欢姐夫呀？什么姐夫？你别乱说。我跟你说啊，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，铜人不能舞到正主面前。铜人？那是什么呀？总之呢，我和沈世宜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以前、现在、未来都不可能有任何情感纠葛。你听明白了吗？一点点爱都没有，就一点点？没有。绣衣秘录啊，欲拒还迎，欲说还休。别说，我都懂了。姐姐，我会一直支持你的，真爱万岁！恶毒女二磕 CP， 真搞不懂，这禁忌之恋难道就这么好磕吗？双飞了吧？四殿下最近频频受袭，沈都公一定左右随行，姐姐一定是为此而来的。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我怎么能错过呢？但不是说要接待外宾吗？怎么就这么点人？你偷偷来这儿做什么？不知道很危险吗？就是因为觉得危险才来呀，姐姐。啊，对了，沈都公呢？莲妹，四殿下，啊，莲花她……莲妹，没想到你不顾自己的安危，偷偷跟了过来，我可真是太感动了。不过你也是小小女子，还是小心为上。这样，跟我走。不劳四殿下费心了，一会儿我就让人将妹妹送回去。如此也好，待此事了毕之后，我邀你姐妹二人共同游湖，别太期待哦。
稍微那么一点期待就行。沈督公，你这是何意啊？秀衣司接到线报，贼人聚集在城外，意图破坏此次外兵来朝，所以带人前往。想保护姐姐就保护姐姐嘛，找这么多理由。我已经安排妥当，沈督公，你就回秀衣司好好休息吧。啊，守护殿下安危也是我们秀衣司的职责，还望殿下见谅。四皇子吃了我这些加料点心，必定中毒。届时我再略施文技，肯定可以跟四皇子绑定，到时候回归主线，顺利通关，走向人生巅峰。哇，姐姐，你特意为沈督公准备了点心啊？快点给我看看。哎，这个东西你可千万别碰啊！好吧。既然你不想承认，那我就帮你一把。沈督公，我姐姐特意为你准备了点心呢。妹妹，妹什么妹呀？还不快谢谢我！哟，这是给我准备的。是啊，不仅特意为你准备的，而且还不让我碰呢。你少说两句吧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啊！那我先走了，姐姐姐夫，我就不当你俩的电灯泡啦。不是给我准备的吗？当然不是，我们之间马上就要两清了，我为什么要给你准备？这些是我给四皇子准备的。你该不会是在这个点心里面加了什么不该加的东西吧？他怎么知道？难道我的计划被看穿了？怎么，解毒救人那一套想重来一次？迎接外宾姿势体大，你哪来的胆子？我没有，我试给你看。果然，恋爱中的人就喜欢打情骂俏。你天生药骨，百毒不侵，我来测试。明知我要接近四皇子，这沈十一还故意拆台。等等，他吃了糕点，那这个破系统不会又……我就知道，这沈十一一定是故意的。非礼勿视。姐姐和姐夫实在是太甜了。莲妹，你在这儿啊？站住！莲妹，你这是做甚？哦，你是想跟我在这幽闭的环境下约会？莲妹，这京中还是不太安全，我觉得你要不还待在本殿下身边啊？我谢谢你啊，四皇子，可是我对你不感兴趣。不感兴趣？姐姐怎么晕倒了？沈督公，你做了什么？系统提示：恭喜您成功点亮车号，君子好逑自有招。刺客！保护四殿下！哎，四殿下人呢？杀呀！大胆狂徒，休得放肆！皇子肯定在里面。这哪里走？站住！我们放你一条生路，把这个人的命交出来，不知死活！
这是在哪？什么情况？我怎么睡在马车里？沈十一！不要吓我！沈十一，你别睡，你快醒醒！你现在不能睡，按照套路，你现在要是睡了，你就醒不过来了。沈十一，你别吓我好吗？你别吓我，你快醒醒！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不是大反派吗？你不是平时心机最多的就是你吗？你干嘛这么傻？你替我挡道啊！沈十一，怎么办？沈十一，你听我跟你说，只要你醒过来，以后你说什么我都答应。我都听你的，我再也不任性了，我会好好保护我自己。沈十一，你快醒醒啊！小白。尊敬的用户，您的玛丽苏值一旦低于-250个度，将会彻底被系统征用，剥夺人身自由。请问您是否进行强制结算？你不是一直想要跟他解绑？如果绑定一方殒命身亡，绑定关系会自动解除，这不是正合你意吗？就算是解除绑定，我也不要以这种方式。他只是个 NPC， 你不要忘了你的主线任务。他不是 NPC， 他们只是游戏的一部分，你们不一样。没什么不一样，他们也有自己的喜怒，有自己的哀乐，有自己想要去做的事，和想要去保护的人。可是你别忘了你的任务，你不会真的认定沈十一了吧？我就是认定他，又怎样？你别怪我丑话说在前头，如果你过多的干预 NPC 状态，系统会启动自净模式，到时候你再看看他是不是你说的有血有肉。温馨提示：尊敬的用户，您的玛丽苏值一旦低于-250个度，将会彻底被系统征用，剥夺人身自由。请问您是否进行强行结算？沈十一，你醒了。沈十一。不是说迎接外宾吗？怎么来的不是外宾，而是一些吓人的刺客？你说姐姐她会不会有事啊？那些刺客怎么会把马车给夹走？都怪我，
你姐姐出现在我车上，一定是对我还有异样的想法。唉，莲花妹妹，实在对不住了。刺客一定以为我在马车上，所以将车劫走了。你，现在这是重点吗？现在重点是赶紧派人把姐姐给找回来。沈督公已经去了，你姐姐一定会没事的。唉，放眼这京都，也只有她武力才能跟我相等。你武力？那你当时还抓着我往边上躲？啊，莲妹，你听我说啊，那本殿下不也是担心你的安危吗？这说明你在我心中很重要。殿下，火月的人已经入宫，也请您速速回宫，一定要快速回宫，还望殿下速回宫。回宫，次次都催我回宫，现在是回宫的状态吗？一点也不考虑莲妹的感受。她的感受不重要，您回宫才是大事。去！莲妹，你刚刚没说什么？你还是先担心你自己吧。不用去想他们怎么来的，那些药都是能治你伤的。这些都是你的妖术变的吗？怎么，是不是突然觉得我这个妖女还挺有用的？以前也觉得挺有用的，拿我当鱼饵打窝呢。对不起。你呀，不用跟我说对不起。我这人呢，大人有大量。你这是帮你包扎呀。紧张什么？你身上我又不是没看过。男女有别，这样不合适。你不是太监吗？我何时说过我是太监了？什么？不是只有太监才叫督公吗？难道他真的不是太监吗？不好，我得走了。这沈十一不是太监，他搂我腰。别动，伤口会痛。你那么大的事儿，还瞒得挺好。你之前也没问我。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一个秘密，那你告诉我一个你的秘密。我哪有什么秘密啊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？你不是都知道吗？不，你不仅仅是圣香。既然今天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，那我就摊牌了。其实，我是一个演员。演员的意思呢，就是戏子。那方才竹林中与你讲话之人，他也是戏子。他不是快死了吗？居然听到我跟小白的对话。刚刚那说话之人叫小白，你信菩萨吗？小白就是我心中的菩萨。小白他其实还挺灵的，你看我一直求他，你不就醒过来了吗？快吃面。我还从未见过如此盘旋的面。家乡特产。你的家乡不是在京城吗？修炼妖术的家乡。
所以，你时常看你的手腕，也与那妖兽有关。很明显吗？现在更明显。总往一处看，终究是有原因的。修炼妖术之人，总要有一些异于常人的地方吧？干嘛大惊小怪的？沈督公，哦，不对，你不是太监，难怪这么关心我。你不会是对我心动了吧？沈十一，我可跟你说啊，我这人呢，是绝对不会对你有任何非分之想的。如果有，天打五雷轰！这是炸鸡，这是啤酒。味道怎么样？哎呀，在我们那儿，啤酒要这么喝。来，干杯！没喝多。你喝多了？你看，我还能走路呢。我跟你说，我警告你，你以后不要做那些容易让人误会的事儿，好不好呀？我是女主角，你是大反派，我们两个人是不可能的。何为反派？我正义之光，你呢？蛇蝎心肠。为什么你是大反派吗？你怎么就是大反派呢？为什么第一次我就要跟你绑定？为什么我一开始要给你解毒啊？你告诉我。所以，你后悔了吗？我当然后悔，但是有什么用呢？很多事情不都是命中注定的吗？所以你命中注定之人是四皇子。这重要吗？反正你不是一早就烦死我了。
如果不是我跟你绑定，你早就把我杀了不知道多少回了吧？比起这些，莲妹，时候不早了，你要不还是先早点回去休息吧。等他们二人回来，我便悄悄去把你唤醒。莲妹，来，擦擦眼泪。我不，我就是要在这儿等他们平安回来。莲妹，你看或不看，他们该回来总会回来的。他们不回来，你看一夜也没用啊。哎，莲妹，莲妹，你回去早点睡啊。殿下，现在是否可以速速回宫了？有你什么事儿？东宫，总算找到你了。恭贺四殿下新婚！圣贤，我们再不分离。杀！修一思，我回来了。莲妹，你都1天1夜没吃东西了。姐姐到现在都还没回来，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？不管她有没有事，你得吃饭呢。你不懂，这种时候我怎么吃得进去？既然莲妹不肯吃，那我就带莲妹吃。等等，我说不吃，你真不给我吃啊？拿来。哦，莲妹这招叫欲擒故纵。到时候姐姐回来了，我也要让她吃这么好吃的包子。你是来找这个的吗？你干嘛拿我东西啊？所以，这令牌上所说都是真的。曾经是真的。总之，不管你看了多少，沈世英，这个事儿跟现在都没关系，跟你更没关系。跟我没有关系。按照这令牌所说，你我本是敌人，你围住四殿下杀我，费尽心机，所以这过往的古怪举动，都是另有所图。不是这样的，沈世英，你听我跟你解释啊，这一切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开始就已经变了。趁我还没有改变主意，现在立刻走。我不走，我凭什么走啊？一开始跟我绑定的人就是你啊，几次三番要救我的人也是你。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，跟这些秃子有什么关系啊？还是你就是觉得，我们之间的一切都是假的？还在狡辩！来人，东宫，
送盛大小姐回府。我不走。沈十一，你若执意如此，那我就在这儿等着，等到你想明白为止。沈十一，我以后一定会保护你的。再来！真把自个当王子，进了我这个门，就得给我乖乖听话。疼也得谢恩。莫不是老祖宗怜你，留你一命，早就喂了野狗了。抬起头来。张嘴！老祖宗是你一直能盯着的，你也知是哀家负了你的性命，今后就留在绣衣司做事，可别叫哀家失望。哦，对了，赐你个名字，就叫沈十一。原来沈十一的身世竟如此凄惨。尊敬的用户，遗憾的提示您，君子好逑称号已解除，防不胜防称号已解除，阴差阳错称号已解除，千里姻缘一线牵称号已解除，绑定关系一吻定情已解除。你真的要杀了我？警告！人物出错！人物出错！人物出错！警告！人物出错！人物出错！你刚刚到底怎么了？方才不知为何，身体突然失去控制，只能看着自己的所作所为，却无能为力。如果你过多的干预 NPC 状态，说不定系统会启动自净模式，到时候你再看看它是不是你说的有血有肉。难道刚刚就是小白口中的自净模式？不过万幸，还好你没事。好啦，那现在你的精神状况也稳定了，过去的事儿我们就让它过去，好不好？其实仔细想来，这画中所发生的一切，并未发生。若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，你就是我唯一的变数。恭喜用户达成成就，爱情大过天。盛大小姐，大夫请来了。啊！我的眼睛又犯了，大夫，这个我的眼睛，这有。
小白，你怎么在这？我没召唤你啊。我本来就可以来啊，只不过没什么大问题。作为管理者，我们是不会出现的。小白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能有什么大问题啊？你这天色也不早了，你要不要一块吃点？不要插科打诨。我问你，系统怎么显示你跟沈十一点亮了爱情大过天成就了？啊？什么成就？我不知道啊。我警告你啊，虽然我们的游戏自由度很高，但也遵循了言情偶像剧的基本套路，需要规则，需要狗血，需要矛盾。好的，我知道。我不在这几日，外朝来使一事如何？此事倒是顺利啊，火月人医术灵妙，此次来朝，陛下得其偏方，眼下圣体好转了。前几日宫中来消息，说是已经能起来走动了。督公还在担忧什么呢？你可还记得我曾与你说过，仅凭野狐一部，根本无法在京中立足。这背后定有人相助。督公是说，你在祭拜谁呢？这个叫烛光晚餐。一般在我们家乡来说，赴约的人都会准备一份小小的礼物，有可能是一瓶好酒，当然，如果实在没有准备，也可以不送。对了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之前中毒一事？我看你的令牌上说，本应中毒之人是4殿下，为何中毒之人是我？对啊，原漫画中凶手要害的其实是4殿下呀。若如此了解4殿下的行程安排，想必是在他身边安排了人手。2殿下体弱多病，无父消瘦，3公主远嫁，无心朝议。这东宫太子失势，无能为力。那应该只有那一位。沈十一，你今天可真是好养性啊！死到临头，竟还沉迷于女色。沈十一，你欺上瞒下，暗助异族，如今还妄想借私生身份看来太后要对沈十一动手了，谋求皇位。来人，谁敢？这可是太后懿旨，我劝你还是不要轻举妄动，以免届时伤了手无缚鸡之力者。此事与他无关，我跟你们走。沈十一，盛大小姐，你虽是宰相千金，恐怕不会与这乱臣贼子同流合污吧？别说废话，带路。请。沈十一。放心，没人动得了。怎么会突然来这么一出？这系统难道……我警告你，虽然我们的游戏自由度很高，但也遵循了言情偶像剧的基本套路，需要矛盾，需要危机。矛盾，危机。
如今真相大白，罪魁祸首也已落网，哀家这心里的大石头也算是落地了。可是，皇祖母，在我看来，沈都公一直忠心耿耿守卫皇家，应该是你年纪尚小，难免叫奸人蒙蔽，不能因为他们的只言片语便掉以轻心。此次若不是宗正寺在绣衣司内查出罪证，哀家还被沈十一蒙在鼓里呢。是，孙儿明白了。这半年来，宫内诸事繁多，青天剑的人来报，最好以红鸾破之。陈儿府上还缺一位皇子妃呀。哀家看曲水流觞那日，陈儿对盛大人家的千金十分主意呀。是，孙儿。所以哀家特意向皇上请旨，为你赐婚，迎娶宰相之女，盛夏。